今日連央上師就同大家一齊嚟分享《蓮生活佛文集》第19冊靈與我之間嘅精選分享。今次講嘅係鬼會唔會害人？講真啊，正常嚟講，鬼係唔會害人噶。人有人路，鬼有鬼路，邊有咁易撞到鬼噶？就算同鬼住埋一齊，你都未必知啦。所以根本唔使驚俾鬼搞。不過有啲人特別易見到鬼，因為佢哋嘅靈體同普通人唔同，陰氣重啲咁咯。普通人呢，通常到臨死前呢先會見到鬼，因為嗰陣時呢神智開始模糊，靈魂呢又開始醒，自然呢就會見到陰間嘅嘢。其實大部分鬼都唔惡噶，好似有個 case 咁。鍾有仁先生嘅屋企人住喺中興新村，佢太太想喺屋企安放靈位，就揾我幫手。鍾先生嘅骨灰放咗喺南頭碧山岩寺嘅靈骨塔度，要做法事引魂。我本來諗住星期日去中興新村幫佢哋安靈位，點知星期六晚鍾先生就嚟揾我，半夜3更企喺我床邊，好急咁叫，記住聽日啊，記住聽日啊。我同佢講唔使急，我一定會去。跟住我問佢，你點死㗎？佢拉起褲腳俾我睇，對腳冇晒肉，得返啲黑色骨頭。我話骨癌，佢點點頭，個樣好陰沉想喊，我就安慰佢。星期日我去到中興新村跟足佛教儀式做引魂、淨化、安寧，仲有誦經懺悔。我問鍾太太，你老公係骨癌走㗎？佢話係。我又問佢生前脾氣好急㗎可？鍾太太好奇怪咁問，你點知㗎？我笑客冇答，心諗如果我話佢老公半夜嚟揾我，佢會唔會信呢？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以上內容都係節錄自聖尊蓮生活佛嘅文集精選，大家記得上網留言啊！下集再見，阿彌陀佛。